立委郭国文伫议员蔡立青、黄兆辉以及七股大条沟自救会长的小厅召开记者会。立委郭国文表示，家己插政治超过10年，毋捌看过一场选举遮尔济乌函。对今年9月开始，一波一波，差不多每礼拜拢出刊来抹乌，嘛有侪支持者相当烦恼。日前，伊嘛家己录影片来澄清，毋过对手却持续针对伊受光电业者的政治现金等无实在指控，互伊不得不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嘛无排除提出告诉。这接下来的选战就是蓝绿对决的选战，因为他就是蓝营的候选人，他只是没有获得国民党的提名，却是获得国民党大力支持的一个候选人，绝对没有所谓的尊赖或敬侯。这只是想要操作分裂投票的一个伎俩而已。基本上，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下架民进党，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民进党的这一个执政的可能性想要进行阻绝。这样的本质跟目标，就是蓝营候选人的他的政治目标跟任务。所以我必须说清楚，让所有的支持者知道，这种恶劣的手法绝对是蓝营一直以来一贯的一个伎俩。我必须这么说清楚。如果后续还有类似的手法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具状提告。会长面对七股光电案的设立通过，大条沟自救会会长李和田马明卡表示，当时议员陈坤和无主动提案，才是造成七股政电的关键。在强调说，他没有对大潮过做出什么事，但是什么事是谁有做谁没做，我们这里心里很清楚。因为那个时间点，如果不是郭立委帮我们挡了下来，我们现在真的难怪我们被考过把赛呀。我们就只是报名，什么都没有。而且当初很奇怪的就是说，在议会决议之前，就是61线以西不能够开发。为什么他们后来又会同意说要做一个示范区？这个就很争议的事情。这个本来就是议员应该要帮我们挡掉的东西。结果他没有挡掉。停止抹黑，干净选举。面对立委郭国文大动作开记者会，谴责对手陈坤和负面的选举操作。对此，陈坤和回应，文宣顶面所讲的内容拢会当查证，而且有伊签名附证。对手若认为有无实在，会当提告，但都是伊所提出的质疑，拢无看见对手正面回应。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